曾留名國際足球史冊嘅亞洲球王戴伊。佢雖然係亞洲人，卻曾經係足球史上國際賽入球最多嘅球員，直到15年後先被斯朗拿度拉下王座。佢就係伊朗球王戴伊。身高達192公分嘅戴伊，肯定係亞洲足球史上最強嘅中鋒之一。擁有冠絕亞洲嘅身材，佢同時擁有好好嘅腳下功夫，因此佢亞洲足壇幾乎無人能及。而且另一方面，佢亦都擁有工程學學士學位嘅高材生，可見得佢係文武雙全嘅將才。最活躍嘅時候係喺1990年代，喺伊朗聯賽踢咗幾年之後，佢就成為伊朗國家隊嘅10號球衣擁有者，喺鋒線領導伊朗足球走向世界。喺1996年亞洲盃決賽周，佢喺3場分組賽都有入波，令到伊朗壓倒強敵沙地阿拉伯同埋伊拉克，成為小組首名。然後喺8強對韓國一戰，喺下半場獨取4球，協助伊朗喺落後之下以6-2反勝晉級。可惜佢喺4強嘅時候互射12碼宴客，令到伊朗輸俾宿敵沙地阿拉伯。不過伊朗仍然攞到季軍，佢都喺1996年射入22個國際賽入球，加上喺1998年世界盃外圍賽嘅出色表現，令到戴伊同埋另一位伊朗國腳巴哈里獲得德甲球隊比勒費爾德垂青。喺1997年夏天展開旅歐之途，戴伊同巴哈里喺比勒費爾德頗受重用，第一個賽季就獲得25次嘅上陣機會，射入7球。喺呢段期間亦都協助伊朗打入1998年世界盃決賽周，可惜未能協助比勒費爾德護級。到咗1998年世界盃決賽周，戴伊踢滿3場分組賽，協助伊朗以2-1擊敗美國。可惜佢喺3場比賽都冇入波，伊朗亦都喺分組賽出局。佢嘅第一次世界盃之旅就此結束。雖然喺世界盃決賽周冇入波，亦都未能協助比勒費爾德護級。戴伊就喺世界盃之後獲得拜仁慕尼黑邀請，於是加入咗呢一支歐洲頂級豪門球隊，而且喺第2場歐冠分組賽對曼聯一戰上陣，成為第一個喺歐冠上陣嘅亞洲球員。不過佢喺拜仁慕尼黑始終都係後備前鋒，就算能夠把握機會喺德甲射入6球，亦都攞到德甲冠軍。但係重要關頭總係冇佢嘅份，包括嗰場喺巴塞隆拿舉行，最終以1-2輸俾曼聯嘅經典歐冠決賽，佢亦都只係喺後備席坐滿90分鐘，近距離見證球隊由幾乎攞冠軍變為輸波。喺球星如雲嘅拜仁慕尼黑只係做配角，對於喺伊朗足壇幾乎係皇帝級地位嘅戴伊嚟講係難以接受，所以佢只係踢到1個球季就決定轉投另一支德甲球隊哈化柏林。佢喺柏林嘅第一個賽季相當風光，喺歐冠分組賽梅開二度，成為球隊以2-1擊敗車路士嘅功臣。然後佢又入球協助柏林打和 AC 米蘭，得以喺分組賽晉級。可惜佢喺柏林嘅好時光唔長，雖然踢滿3個賽季，但係合共只有6個德甲入球同埋6個歐洲賽入球，喺球隊嘅重要程度同上陣機會越嚟越少，同時亦都未能夠率領伊朗打入2002年世界盃決賽周。於是完成咗同柏林3個賽季合約之後，佢就結束旅歐生涯，先係對阿聯酋聯賽踢咗1個球季，然後返到伊朗聯賽繼續做佢嘅足球皇帝。到咗2006年，伊朗再次打入世界盃決賽周，正當同期嘅阿斯斯同埋巴哈里等人早已退下，年屆37歲嘅佢戰力早已經大不如前。佢仍然以超然地位成為國家隊首席前鋒，亦都壓住伊朗足壇對佢嘅質疑聲音。
以隊長身份率領球隊參與第2次世界盃決賽周。呢次佢只係踢咗2場分組賽，可惜都係冇入波，伊朗亦都無法晉級。世界盃結束之後，大伊終於退出伊朗國家隊，射入咗109個國際賽入球，成為史上國際賽入球最多嘅球員。直到2021年先俾 C 朗拿度超越。對於紀錄被打破，大伊淡然咁恭喜 C 朗搶走呢項紀錄。退役之後冇離開過足球界，而且2007年仲以大學生身份代表伊朗參與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足球項目。38歲嘅佢喺決賽大演帽子戲法，協助學校擊敗來自克羅地亞嘅大學隊攞到金牌。而且喺佢嘅球員生涯最後1年，就係2006年世界盃之後，就以球員兼教練嘅身份參與伊朗聯賽，而且喺2008年仲接任伊朗國家隊總教練。雖然伊朗喺佢帶領之下攞到16勝6和3負嘅成績，但係就無法攞到2010年世界盃決賽周嘅資格，因此就算係足球皇帝都要承受被炒嘅命運。然後大伊喺多支伊朗聯賽球隊執教，但係成績實在冇乜特別，10年之間只係攞咗3次杯賽冠軍。於是喺2019年之後就冇再執教鞭，專心經營佢嘅體育用品品牌、體育經紀人公司，同埋成為聯合國大使。